你唔通乱来啊！我跟你讲，放！再去就放煞。再，你即摆唔放，唔放，放！你假笑你，哼！我是有身份、有地位的人，你知？你若敢对我用毒力，你若敢伤害我吼，恁爸就来法院甲你告，告到互你吼去用拐甲头毛生三宝。我甲你讲哦，你爱要甲我告进前，我咧用我的柔道、空手道，甲你削甲密密麻麻。你毋免甲我讲个什么道的，这世人我也毋知影讲号做啥号做道，我敢若知影两种，就是种冰胶刀甲单行刀。啊，我咧讲，你搁想假哦，我真正甲你剁做肉酱。你即摆是用这咧甲我恐吓就对，要向我挑战就对。早就看你做袂顺眼啊啦！我咧见过，你若搁对下路哥啊，有啥物爱的表示，大家试看卖咧。乱来你，哼！哦，要甲我剁做肉酱，你甲我恐吓咯？我毋是讲出世来要用恐吓，你知？你咪都毋是三岁囡仔讲，听到你要甲我剁做肉酱，我就会惊哦，惊你真久咧。那我无咧，迄就对啦。啊你哦，安尼大细声，甲阮西阮的好养是咧养啥？若是搁共款为着哈鲁科的代志。哈？哦，啊这你还搁真无赚杂咧哈？迄顶回叫阮表姐拒绝，啊即摆搁加阻止你阮表姐来往咧哈？哪安尼尔呢？煞咧要走时，搁甲我恐吓呢？恐吓讲我若敢继续搁甲伊来往吼，搁甲伊占迄个样做哈鲁科吼，伊讲要甲我剁做几若地。哎呦，袂啦，好当的。虽然哦，讲阮迄个师傅哦是夜倒咧做总铺啦，也毋过哦，伊个喙吼安尼较歹干大哩，伊迄心肝是足好的。阮师傅故意人啦。阿某，我甲你讲，迄一个人若咧失意的时阵哦，会做出惊天动地，互你料想袂到的代志。凡说真是你还阁会对何当会不利，我跟你讲。何当，我看吼，你原来是较小心的哦。会啦，我家己我会注意，我会小心啦。啊是讲真感谢恁两翁仔这安尼甲我关心，真多谢你。啦，大家斗面的。啊恁两阿某今仔日遮早就收单。无啦，通收单，迄生意足好个咧。啊，即马就趁较有淡薄啊，较有收费啦。啊，迄大头啊，叫迄落吼，规矩姐啊，讲小间顾的，买一寡物件要来便用，看阮母啊。哎啦，亲像恁两个翁仔遮尔好好安尼吼，啊会晓讲知影是大人伫咧病院伫咧大吼，啊会晓弄芳就来甲看，安尼算友好啦。感谢啦。照一包红包吼，啊，互恁摕去烧天啦。啊，你也好意思，啊是讲安尼啦，互你破费啊。好当个啊。啊，我讲阮也袂安怎做捌世事的啦，阮阿母也拢有请讲教呢，讲咱这做人吼，啊，着先生吼是世间啦，世间事爱捌啦，啊有来有去啦，后摆你若泡边的时阵，阮来甲你包红包啦。这后咧放盘的哦。你讲毋对呀？头家娘啊，莫啉啊啦，莫啉啊来，我扶你入来困啊。困，我袂，一天到晚咧困，我咧困歹命个。我是啉两嘴啊。分享啊，分享啊！来呀嘛！阿姨，恁阿母啉酒醉啊啦，竟然甲插入去内底休困啊！妈，你哪咧啉烧酒咧啦？哪有啦，有时啊啉一个啊，喙焦。你喙焦，恁阿母吼，就是咧想着讲吼，你念的要嫁出去啊，啊会放伊孤孤单单一个人伫遮，伊毋则有住咧啉酒。妈，你放心啦，我一定甲明阳啊参详过啊。如果我若嫁去因兜，阮会定定倒来甲你看，我无可能袂插你啊。你妈讲啥？你讲你若嫁出去，你会定定倒来甲我看？对啊，安尼吼，你应该爱个欢喜甲对啊。哟，欢喜哦，啊你就要倒来甲我看哟。真的啦，我袂甲你骗啦。好啦，安尼算做讲哦，我无白痴你啦。我即摆来抄好，有有你来房间休困啦，我啉甲安尼，点，细你哦。行好。哎好，一句无啉说话，拢摕啊。你看。谁也不知道我心在燃烧。李阿哥，李阿哥，李阿哥，奇怪呢，这李阿哥是咧安怎占着？我甲花拢无爱插我了，那是安怎？哎呦，算毋知咧食醋。
搭景啊景啊景规工，景一个袂冷景。即摆这查某囡仔吼，甲查某人吼，毋知到底是较爱这破链，还是这手拳，也是肉拳，也是手指。阮查某人搁过身遐尼久啊，拢毋捌即落代志，咱毋知影。对，勇啊！勇啊！来出来坐。好爸，啊，有啥物代志啊？困一中昼啊，哭哭休。好啦，你嘛安尼，互恁老爸吼，安尼拄则安尼叫你会行吼，爱当替我注意一寡代志，因为即摆恁爸参恁未来的丈夫，讲话吼讲了足投机的，所以我直接吼就要甲你弄到伊的心肝咽去。爸，你是要哪个来？我的意思就是讲吼，我按算要用这珠宝摕来送伊，互伊会当良心大喜，安尼咱这两口罩吼，要夹做一口罩，才会金夹。哟，爸，斗紧。哇，你骹手嘛最凶的了，安尼使啊用，这拢咱的传家之宝咧，你要送伊哦？迄咯，恁斗紧看即摆查某人是较介意什么款的珠宝？我多，爸，我甲你平平拢是查甫人，查某囡仔爱啥物物件，我要来知影。安尼我也着叫你，着互你搁继续去困就好啊。无彩你哦，恁家己的未来的丈夫，你都毋知讲伊爱什么款。莫安尼啦，这个有影无安尼啦，我吼这叫文秀啊吼，为文秀啊，我探听看觅，我看因母啊到底较介意啥物物件，然后我才来头讲，对不对？下人伫咧讲啊，这个假意之物啊，万年保存啊。你若送伊物件，伊若有介意吼，绝对逐工甲你挂。啊，伊若挂吼，看到物件就想到你。啊，伊若无介意的物件，你送伊吼，挂两遍啊，伊就甲你藏去啊。所以无采讲你这片苦心，对不对？安尼有影都对。安尼赶紧甲文秀啊参详看觅，看因老母爱挂什么款的珠宝。莫去因兜，直接用讲电话较紧。好，我来讲。喂，台湾大陆虾。啊，明勇是你啊？哦，阮妈妈伊较爱囡仔迄方面的。啥物？恁爸爸要将恁兜的传家之宝要送互妈妈？好啦，无我再甲阮妈妈讲看觅。好，再见。文秀，你讲什么人吼要将因兜的传家之宝送互你老母？是明勇因爸爸啦。明勇啊讲，因爸爸吼要将因兜的传家之宝送互妈妈，而且伊阁问妈妈是介意啥物物件。我认为啊，明勇伊老爸就是你的大官，出手遮尔大方，要将因兜的迄个传家之宝送互你老母，安尼咧要问无毋对，一定是介意着你老母。其实我有小可知影啦，但是我一定甲明勇啊做伙啊。即马伊若阁甲阮妈妈做伙，因爸爸若阁甲阮妈妈做伙，安尼我毋是感觉足奇怪。当有啥物奇怪啦？啊，你若叫明勇，啊，你爱叫恁明勇老爸，就是恁大官叫老爸啊。啊，共款恁老母嘛是叫老母，迄哪有啥物好奇怪？哦，安尼，我紧来甲阮妈妈讲。对，我互伊一个心理准备。我即摆就来去哦。好啦。一声哦，这李阿哥哦，绝对会伤心哦，哭死。借我一个，嘿，啥会伤心哭死啊？你啊，李阿哥啊，我看你哦，对这个头家娘的感情哦，较早切切的啦。你哦，无知就常常拼啦。啥要甲我拼？我用我的爱心去感动伊，伊绝对会接受我的爱。对啊，我再讲咧。近水楼台先得月，哈哈，啥物要甲我抢啊？拜托咧！哎呦，迄是无得卡，李阿哥啊，人对方要将人的因兜的传家之宝送互头家娘呢？对方要将传家之宝送互哈鲁口。对方要将传家之宝送互哈鲁口，对咩？我要用啥送互伊哦？真简单啊！用我的爱心，用我的信心，用我的恒心，规个拢送互伊，凹出来。讲人啦，心肝若拗出来，你就拗住呀啦！你还阁有啥物希望？我无希望，表来写会知啦。来这套。
真是对方要用糖加鸡母送我好路口， Yes， 试看卖。可怜侥幸哦，真正是哦，唔知影通失恋哦。袂安尼啦，袂安尼啦，要来安尼就好。唔是啊，我跟你讲，你甲明阳啊，因老爸讲吼，迄物件我袂去收的，吼。妈，明阳因爸爸会送你物件，迄是一番的好意。你即摆安尼无爱甲收，咱敢好意思？查囡仔，你甲看，顶摆我生日的时阵，因老爸吼就传啊尼啊贵重的物件送我，啊那即摆无中无当要送我物件，迄要哪人共收啦？迄时到吼，即个人情吼，兴袂完，唔通。哎呦，头家娘啊，那安尼讲唔对啦，人会送遮尔贵重的物件互你哦，迄就是看会起你呢。迄若别准我昨就甲收起来啊。我像你哦，你无听我咧讲哦，讲哦，心贪就软鸡蛋啦，你就是遮尔啊贪心，人哋咧讲哦，无功不受禄啦，我要哪能讲哦，白白去接受人的这个物件啦？唉。妈，其实吼，明阳因爸爸会送你物件，迄是有目的的。有目的是啥目的啊？哎呦，头家娘啊，人都是想要约你啦，想要爱你啦，安尼算唔知？我，你爱会记哩哦，你参恁文上啊吼，时到恁丈母若伫咧经这三卡月款的时哦，恁两个人吼都爱当边啊替这个月款讲话了，加甲讲一寡好话哈。爸，即摆讲啥？啊，我参文书啊，都爱替玉环讲话。我惊恁丈母唔捌会啦，甲讲话较简单的啦。哦，我知啦，即咱传家之宝了，当然嘛记得啦。当然咯。哎呀，我知啦。哎呦，这个我贵咧你哦。我会晓啦，我会晓啦。好谢谢。爸，面手真歹看了。哦，你，今仔日是咧抬我就对。爱你。演走诶，哈，今仔日敢若食唔到药啊？怪怪。种两个啊！哇，你逐摆拄到我拢要拍马字，安尼一支硬扁扁。今仔日哪对我安尼软甲袂输满字咧？无啦，普通是迄种假的吼，啊，今日这是正经的啦。嘿啊，我甲你比起来吼，我是敢死啦，唔正经，我是小小厨房师傅啊尔。哦，这个姿势你看卖，哦，真正是破案在线啦。阿公，我徛你这边啊，一个敢若残废咧。有啥？你徛我边啊吼，好，我足先关公的。你足先我徛迄只赤兔马。啊，对。你阿哥啊，听你安尼讲起来，你对阮爸都应该真尊重嘛。对啊。是啊，阮拄则要为遐过，你就甲阮挡咯。系啊，唔对，我唔是挡了啦，我是甲你请示代志。甲你拜托代志。看有啥物代志要请示我，要拜托我，做你讲出来袂要紧。到尾咧，阿公，我是希望讲吼，迄件代志哦，你莫搁插手啦，倒一件？哈鲁克代志，万事拜托。那这件代志我就是听到底。软的也无度，硬也无度，啊！你真是要车拼了哈？要车拼就来车拼，啊！叫啥？我一生失败，你真是。师傅啊，你是咧安怎？你两个是即马是安怎冤家啦？无意无事嘛，你要甲我唱哈鲁口，那什么意思？无意无事嘛，你要甲我唱哈鲁口。你两个当时倒时就是为了阮表姐，都安尼好我将个阿母紧紧大细条，安尼哪有啥意义啦？当是啥物代志啦？讲来听看卖咩？算不知无意义。你也想看卖，咱何先生有钱有势，阁有学问，人帮阁赞。迄妹妹亲啊，这都去找嘛，我以为都有，你要甲我请哈鲁口，无意思嘛。来，你来。我讲完听。你等迄边。你甲想看卖哦，这个哈鲁克因翁已经过身了，对唔对？因翁过身了，人伊也无过。嫁翁对唔对？人伊目前嘛无男朋友对唔对？伊算单身贵族，我嘛单身贵族，伊嘛单身贵族，阮是毋是听公平竞争？对啦，公平竞争，这合理啦。什么合理？我成就的伊对中插入来，你知唔知？阮表姐也无嫁是无嫁啦，无嫁讲歹听啦，叫朋友哦，无咧分早晚啦，大家讲假的啦。就是啦，无法度也毋是物件啦，无哦，独做朋哦，切做过安尼分的啦。对啦，无叫独做朋安尼阮。无啦，免个，独做朋都袂用你啊！你就知影讲袂用的啊，对无？回去啦，问阮表姐也问个清楚，看伊到底哦是爱恁倒一个，安尼好无？好啦，有等下，
等你两个暗时无熟悉啊，见面就当咧结面枪。我咧结面枪，我咧举刺咧举枪。真正有无道量的啦！报路插一个听价金来咧闹啦。那凭我这个身份，我的地位哦，你哦老实我啦。来听我讲一句话啦，我甲你讲啊吼，你来讲，退一步哦是海阔天空啦。我进一步敢若蓝天白云咧。咱若女主角来才佫讲啦。你凭什么甲我指啊？你阿哥外号叫帅哥。你凭啥要甲我指啊？我李啊敏俊，唔是，歹势，叫你卡呢。对，搞是好。我何啊敏俊，外号叫做何勇。何勇，我看你较像菲佣。好啦好啦，我看你像泰迪老公。哎呦，好啦好啦好啦，两个拢用啦，两个拢用。等下女主角出来再佫讲，莫都冤家啦。女主角来呀！哦，来啊！噔噔噔噔！哦，咱即摆是啥物啦？一人徛一边，什么情形啊？表姊啊，咱已经要去南北战争啊，佮毋是一人徛一边，哪有可能徛到的？哦，表姊啊，我哩感谢你来。啊若无，这两个拄仔咧塞我照甲迄马弯起来呢。好，我好弯起来，这马甲我变倒，敢知啊？吼，我甲扭开。有啦，有咧讲啊，两个人声声久讲真爱你啦。啊，毋过我讲我这嘛要看你本人的意思啊。那好啦，今日吼，我慎重来声明啦。啊，恁两个安怎拢有介意我？将我咧追求我。好，啊那安尼吼，就要等候我吼，酒馆满12年了后，我才搁看恁两个表现。请教吼，你毋知搁偌久的日子才会当满酒馆12年吼？无偌久啦，后手剩差不多3年8个月。哇！